助貸學金有冇你份？各位大專學生，2016-2017學年學生福利基金、大專助學金、貸學金同埋特殊助學金甄選臨時名單將會喺今日公布啦。申請人可以自公布日起，透過教育暨青年局嘅網頁或者去教青局1樓查閱。而臨時名單嘅入選者需要喺教青局嘅網頁下載受益人資料表同埋承諾書，連同其他領受助學金嘅文件，要喺10月14號或之前遞交到教青局1樓。另外，亦都請申請人留意，獎學金同埋特別助學金嘅甄選臨時名單將會喺9月30號另行公布。而未獲批給貸學金或特殊助學金嘅申請人，如欲對結果作出申訴，可於9月5號或之前透過教青局向學生福利基金以書面提出，而申訴結果將會喺9月23號以書面通知。各位同學，如果你有申請呢項資助，就好快啲睇下個名單有冇你份啦。呢個教育消息由 VCAT 853嘅仔仔為各位大專同學報道。